耶和华对亚伯兰讲：“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予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嘛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予伊；迄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伊。地上的万族拢要因你得福。”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得也甲伊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阵，年75岁。亚伯兰将伊的牵手撒来，甲弟弟罗得，连因伫哈兰所得属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拢带到迦南地去，因就到了迦南。亚伯兰经过迄地。到了示剑的地方，摩利橡树迄边，迄时迦南人住伫迄地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讲：“我要甲即地赐福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就伫遐里为伊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对迄边，伊阁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其他长平西边是伯特利。东边是乃，伊伫遐里，各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叫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阁渐渐迁往南地去，迄地则有饥荒，因饥荒真大，亚伯兰就落埃及去，要伫迄边暂居。将近埃及就对伊牵手撒来讲：“我知影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人，埃及人看见你，必讲这是伊的牵手，因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求你讲，你是我的小妹，互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”到亚伯兰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见迄妇人人极其美貌，法老的身材看见了伊，就伫法老面前夸奖伊，迄个妇人人就被带入法老的宫去。法老因为这个妇人人就好款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真侪牛羊骆驼、公驴、母驴、仆婢。耶和华因亚伯兰的牵手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灾予法老甲伊的全家。法老就调了亚伯兰来，讲：“你这向我做的是啥物事呢？为什么无讲互我知，伊是你的牵手？为什么讲伊是你小妹？致使我甲伊带来，要做我的牵手。即马你的牵手伫遮呢，会当带伊走吧？”怎呢？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甲伊的牵手，并伊所有的拢送走了。